每一日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8月初4，希伯来书3章14节安尼讲：咱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落尾，就甲基督有份。感谢主，咱若坚持起初咱的信心，直到落尾，咱要伫基督的内底，甲伊相交有份。三甲来祈祷，守住信心甲活命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是阮信心的源头，是阮逐时仰望的上帝。主，你应允，今若对上帝你来生，就要赢过世间。互阮通赢过世间的，就是阮的信心。主啊，阮是一个信心无够强的人，常常阮看环境的困难，较无看见你是信实的上帝。主啊，阮常常袂记你，互阮赢过这个世间的，毋是别个，是你。所以阮恳求你，互阮用坚定的信心来坚持起初对你的所信，也互阮无看困难，只看见主。互阮因为对你的信来看见愿望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愿主互咱坚持起初的所信，来看见伊所想事的愿望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